今言今語，歸正篇，不要彼此說謊。歌羅西書3章9至10節，不要彼此說謊，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，穿上了新人。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小朋友啊，使徒保羅提醒教會嘅弟兄姊妹要棄絕謊言，唔好彼此講大話。點解人會講大話，呃自己又呃人嘅呢？除咗係受到說謊之父魔鬼撒旦嘅引誘之外，仲有以下嘅原因啊。一，因為怨恨。當我哋怨恨人嘅時候，就會諗到好多嘅謊言嚟到攻擊人，所以怨恨就係講謊言嘅毒根。二，因為嫉妒。約瑟嘅哥哥因為嫉妒約瑟，諗咗計謀賣咗約瑟，然後就同爸爸雅各裝假，呃佢相信約瑟係被惡獸食咗㗎。三，因為恐懼、害怕同埋軟弱啊，我哋會因為恐懼、害怕而講大話㗎。彼得係忠心跟隨耶穌嘅門徒，佢喺耶穌被捉拿嘅時候，曾經勇敢咁拔刀削掉大祭司僕人嘅耳朵。但係當耶穌被拉去見祭司受審時候，有人認出佢係同耶穌喺埋一齊㗎，但係彼得就話佢唔認識耶穌，仲否認佢係跟從耶穌添啊！原因係佢當時非常軟弱，恐懼自己會受到耶穌嘅牽連啊。四，因為個人利益。以撒嘅兒子細仔雅各，因為想得到爸爸嘅祝福，就假冒自己係哥哥以掃，向爸爸講大話，騙取爸爸先嚟祝福佢。當我哋遇到個人利益嘅時候，有陣時就會選擇咗講大話啦。五，因為懶惰、逃避同埋唔想面對環境啊。我哋常有聽到學生冇病又話請病假，冇做功課又話自己做咗，當要交功課嘅時候就話自己冇帶，編織藉口嚟到講大話。六，因為唔健康嘅自我形象，有啲人因為想得到人嘅認同同埋接納，就講大話，誇大自己嘅能力背景去提升自我形象，希望得到人嘅尊重啊！我哋一齊嚟祈禱。主啊，求你憐憫我哋，叫我哋可以脫去舊人嘅行為。我哋信咗耶穌，有耶穌作為我哋生命嘅主，我哋要更新改變我哋嘅思想，我哋要宣告，要拒絕怨恨，拒絕嫉妒、恐懼、害怕、軟弱、自卑、懶惰同埋貪婪。我哋要勇敢面對現實，做個誠實同埋剛強嘅基督徒。奉主名求。